於1991年嘅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喺政府飛行場嘅資助下，善用社會各界嘅資源，積極發展四肢殘疾人士嘅潛力，提倡自助互助嘅精神，同時推廣佢哋重返社會，甚至貢獻所長回饋社會。闊別6年，由本地非牟利組織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舉辦嘅花碌碌慈善嘉年華輪椅花車巡遊2025，終於喺2025年3月16日於中環遮打道再次同大家見面啦！一齊創下全亞洲最大型肢體傷殘人士輪椅花車巡遊嘅紀錄。花碌碌慈善嘉年華2025 Good Show！ 花碌碌慈善嘉年華匯聚社福界、學界同埋商界嘅力量，透過美化輪椅，改變大眾對輪椅使用者同埋傷殘人士嘅觀感。呢個活動亦積極籌募善款，惠及四肢傷殘人士同埋照顧者。歡迎大家嚟到今日嘅 AMG 安柏路向花碌碌慈善嘉年華輪椅花車巡遊2025。我哋坐喺輪椅度，或者喺大家嘅心目中觀感，會覺得我哋坐輪椅好慘、好可憐、好需要幫忙。但係我哋路向想藉住呢個活動，話俾大家聽，其實我哋坐喺輪椅都有自信、美麗同埋燦爛嘅。我哋都希望將呢個香港咁共融嘅社會信息咧，能夠成為世界上一個好好嘅景點。咁我相信呢件事情咧，好快都應該可以有機會做到嘅。行入嚟嘅時候，我哋見到沿路見到嘅花車，大家都覺得好興奮，因為實在係目不暇給。今次嘅活動有近70架來自香港、內地、台灣、馬來西亞及澳門嘅輪椅花車參與活動，教人振奮。期待來屆有更多海外傷殘人士參與，使花碌碌精神傳遍世界不同各地，成為更大規模嘅國際盛事。另外最特別就係當日有一整天為大會馬拉松式現場獻唱嘅另一批中年好聲音歌手，數十位歌手齊撐樓面和花碌碌，友情洋溢。此外，樓面仲即場演唱咗活動原創主題曲《花碌碌》。用心思彩繪似畫家，滿身心意走遍天際到落霞，世界大進化，路向東方花開不害怕，讓這心聲貼上襯衫，花花碌碌天失意，與你結伴行。樓面表示感激各方嘅大力支持，義不容辭喺唔同嘅崗位獻出自己嘅能力，藉着全民體驗，希望能鼓勵大家關心身邊人同埋事，共建平等共融嘅和諧社會，讓喜樂傳遍社區。儘管人生充滿意外同埋挑戰，希望大家以積極正面嘅態度活出豐盛人生。我哋出年嘅花碌碌見啦！